市民时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时声》节目。2022年哦，这个9合1的选举呢，将伫今年11月底来举行。那么呢，这届吼，伫咱台南市长的部分吼，民进党已经确定要来征调现任的台南市长黄伟哲哦，出来竞选连任。啊，伫国民党方面呢，吼，即马已经有提出县市长呢提名的特别办法啦，吼。所以今仔日呢，咱特别邀请到呢国民党第一位表态要来参选台南市长的来宾，到节目当中，和咱乡亲做伙来开讲。咱今麦就来欢迎台南市议员谢龙介谢议员，欢迎您。你好，碧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哇，足欢喜邀请到吼，咱嘉议员到节目当中啊吼。啊，其实讲到咱嘉良嘉议员呢，相信咱观众朋友应该是讲咱全台湾吼，无人毋捌伊的啦吼，毋捌伊的足少，因为定定上节目啊，而且呢，伊咧监督市政真正有够认真的表现非常的好吼。啊，毋过呢，真侪人可能毋知影讲吼，20几年前你从政的经历足详细。应该足少人知啊，所以吼，咱今仔日呢，咱特别吼邀请到谢龙介议员，咱为吼。即个伊开始从前，咱来讲起，讲到即摆，伊为什么要来参选台南市长？好，咱一开始吼，咱先来回顾一下啦吼。谢议员，咱捌足久啊，所以咱嘛知影讲吼，你为一开始，就是一般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素人，然后开始来参选。啊，人拢讲吼，插入政治就是不归路嘛。啊，当初是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参选？就是人讲风生有生读书生啊，生生立命。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嘛。所以当我咧做事业的时阵，过去嘛到甲成家哦，有家庭，有某有囝了。是。感觉社会代志，较早咱所想的迄个理想无共。所以认为讲，倒不如家己来参与公众事务，无得啊，咱会当去改变。后来我知影讲吼。真歹打啦吼，4两人吼要做半斤事吼，真正会忝着。因为公众事务吼有特别的即个规则，而且一般的公民对这个公众人物的要求的水平会真悬。对。所以真严格啦。我当其时就知影，所以我从政了后呢，一路我就真严谨的看待我家己，约束我家己。是对，其实咱为做这公众人物当中吼，就看到说，对自己这么谨慎的吼，拢无什么红控的，就是给来，我觉得做谢议员真的很不简单呢。那因为人讲我一生敢监督一个，我嘛一生敢爱阮太太一个，实在讲，对，我从前无偌久就熟悉到马英九总统啦，伊的一个标准就是讲，你若要插政治吼。财甲色，一定爱真明确就对了，碰不得啦。对，所以马总统伊嘛是对个人的这个品德甲行为要求，自我要求真严格。我交这个朋友了，我嘛认为讲，确实应该安尼，因为市民甲伊选票转互你了，伊对你都有真悬的期待嘛，所以希望你监督市政以外，你会当。做好一个社会生活的模范啦。对。而这点呢，我一路我感觉我无对不起我的某囝，我无对不起支持我的人。对，这真的很不简单，因为咱今嘛就是说，其实现在网络啊、媒体啊、狗仔非常的发达，所以很多政治人物其实呢，他就是在这财色方面。有人甲我对啊。对，应该是无可能去着生命嘛，对不？像我去年疫情要爆发之前，我有伫台北说一间厝，我伫艋舺。所以足严重的时候，我紧走啊！处处甲我讲，你迄客户还未到，我唔免啦，无紧。嘛去带落去，真危险嘛！我紧转来台南。我一礼拜伫遐住一日。因为拢爱去台北处理代志，录节目因为遐有早时有一个录音，我。差不多拢拜三下暗会去住伫遐。我无啥会好啊。毋过住伫遐呢，有人去，有哪有叫狗仔咧甲我对。对了呢，佮对到高铁站。我拢会家己开车去嘛，囥伫高铁站。甚至有人对去高雄站。尾仔有人来甲我讲吼，你真厉害呢，人甲你对对无啊？讲对无？讲对无？我讲。
好佳哉呢吼，我食菜啊，啊无你搁对看嘛？我对得起我家己，而且我爱搁更加对得起支持我的人，迄个期待啦。对。哦，因为市民对你的期待，所以我一路我就是安尼行来。坦白讲，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啦。对，这一点真的是很值得很多人来学习啦可是有些人他是没有办法控制嘛，无法度，所以其实这点真正大家肯定，因为你伫这方面你就是说做得很公正，然后很清白，然后你也唔惊人对，你在处理政治方面的事情，你当然就是会做得好啊。是啊，一定爱安尼嘛。所以讲政治主张会使无共款。你像罗清德，伊即马做甲副总统。政治主张，伊咧主张台湾独立的时候，我讲你安尼会互台湾陷入危机啊！中华民国较会当保护台湾。伊就甲我讲一堆，我讲今仔事情你莫讲，另立咱搭一个舞台来辩论，看是毋是中华民国保护台湾。迄段嘛是网友哪有我加起哩网络，我真侪人看。对啊，真的很经典。所以这就是政治主张无共，但是政治操守就对啦。我有当时会一部分去肯定伊，就是讲，伊咧做市长呢，我强烈感到的时阵，即个官商勾结的部分，我参政就是打击官商勾结啦，捍卫是非公义啊，所以即个官商勾结我甲定作案，所以偏偏伫民进党的迄个忠诚的政治人物内底。政治操守，我感觉罗清德这项佮比其他的人较好。这互你肯定着啦吼。因为咱有咧讲，你袂使讲无，你也讲啊，可能有安那。譬如讲当其时，咱台南市足出名的武圣夜市。我无认为你官商勾结。因为哪有迄个一个媒体的大王，就最近做先啦吼，伊去买了，同我讲，迄学校用地要改变，变做建地。迄薄利几十倍呢？迄阵包括洪议员，包括阮甲伊逼过了后，我高度怀疑嘛。但是咱来用结果去看，罗清德伊做市长到最后伊无甲准。我嘛知影，因为即件代志，导致迄间电视台到尾啊无支持伊。去支持桃园市迄个市长就是讲将来2024，因两个拢有可能安尼。所以咱就感觉讲，起码即个人伫政治，你无去用着台南市民的公众利益去甲人交换这啦。即点无我当其时是安那武圣也是阮会甲定下来。因不应该安尼嘛。那安尼我当其时，你的土地我甲你划做公共设施。30担、40担唔甲你征收，到后壁我叫人速我甲你买去了后，我较来甲伊讲，我甲你变更，安尼对地主毋是无公平，安尼毋是官商勾结嘛？好，准做伊有互拜托想要变，但即件就最后无变啦。咱是咧看结论袂我袂使讲，你无变，我讲你可能有拢讲好啊，安那我嘛袂爱用安尼去笃定啦。你包括黄市长嘛是安，我说我伫议会是。有的人讲我对黄市长较客气啊，对柯市长甲罗市长抗硬，我毋是因为安那，因三个无共特色啊。头前两个是我强烈监督，但是安那因有用意识形态来对抗。罗市长伊就我讲伊主张台湾独立，伊讲台湾独立是我这世人的政治主张啦。伊忠诚，但最近改啊。我讲你安尼会害台湾人行入万劫不落。最近乌克兰甲俄罗斯，你看卖啊？迄战争一个发动了，无一个家庭承受会起。所以罗清德伫去年伊就改啊，伊改讲啊啦，讲台湾本来就是独立的国家，伊的名叫做中华民国。哇，原来是互你。毋是这个是安那，你爱公众事务，因为伊有可能做着总统。如果国家的领导人，你若是陷入迄条红线，美国嘛袂同意你这款主张呢。因为你踏着迄条红线，可能台海会爆发，这个军事的冲突。所以伊这个修正，这就是好的一面啦。但是伊主张台湾独立，迄阵就堪咱，这
比了就知影，我爱和平，你袂使主张互台湾陷入战争嘛。哦，因为咱知影战争足恐怖的，你看即马乌克兰这代志，你若因为咱足侪信息甲影片你看袂到。等到即个代志煞了，毋是讲战煞停，就恢复啊，谈判了就恢复无呢。战煞谈判了，后壁整顿上无，紧食5年，慢食15年啦。因为即马迫害足严重，你去看伊拉克、看阿富汗，迄规个国家破人亡，若讲干那即马一礼拜、2礼拜战争的煞，来谈判了就会准煞，毋免100万人，到今仔已经100万人走出去，对毋对？所以离乡背井、家破人亡，这不应该伫咱即马这个社会发生。所以因3个人无共，黄市长伊就是无比较，伊无用意识形态，真厉害呢，软敢若麻钱的好啊。所以有人遐你甲问伊个甲你回息的，我讲你也无做，无做半无你嘛讲你做一项互市民听，伊甲我讲有啊，我有做啊，议员。讲你做啥？伊讲我8外环呢，我好歹势。我这条我偌清德做的，伊讲着偌清德做，也毋是你做的啊。所以有人讲伊真厉害，伊这嘛伊牛的所在啦。所以未来若是有机会挑战伊会真精彩的啦。对，安尼大家拢会期待。好，拄则议员你嘛有讲着人拢讲，你对黄伟哲市长比较客气对许天才跟赖清德比较不客气。那其中其实拢有讲着考点在我们觉得大家会印象深刻的是你改揭发迄钻石笔的代志诶，迄件代志到即马大家看着选者看着比拢会想着呢。这件代志足精彩的。对，所以这件可能要请这个议员甲大家过来回顾一下。当其时伊讲尾仔逼空了，因有主张讲迄假，讲迄支笔是假。但送伊的人讲真的。到底是真的还假？迄间万宝龙迄间公司讲，阮公司无咧做假的，对无？然后迄个工，伊讲工迄个工资就爱5万，工资啦。所以是真的。这支豆包你也看者这支就是当其时当其时伫议会。有拍到。伊摕去寄，这啥啊？我讲我反对官商勾结嘛。我要挑战官商勾结。咱咧捍卫公义啦。人讲下之以利啊，必有所求啦。无事献殷勤，挥剑即到，对无？靠，无来无去送，这一支笔120几万120几万。所以哪有人会送你这个笔遮贵重呢？所以我就去调查这我无形中去听到这뉴스真报也对我真济啦我感觉这袂使，这一定爱甲你揭穿啦。这是伫当选就职一当10个月过8日迄天，我甲逼空。了逼出来伊会真歹势啊。你讲假，迄是无法度转移焦点，因为足侪报纸拢做头版头。对。就舆论就提起，当其时美国一个州长敢若收人一个厝内的装潢，收一个迄个液晶迄个浴缸液晶内底设备装修安尼，就落台啊。另外一个讲收一台车的金额落台，所以我甲讲你爱落台，无法度，迄阵伊无实质啊。毋过这代志，互足侪政治人物，产生警觉。这就是讲，大家拢蛤蟆互惯势的，收礼当作应该的，这是不对的啦。因为恁有可能透过收礼，摕阮市民的利益，阮的血汗钱去做交换嘛。所以这咱绝对无容允伫咱的政坛有即款的代志发生。所以足侪人讲我人缘歹，市民拢讲我人缘好，因为我咧替因顾财产。对啊。我去挡着人的财路啊。所以有的人就安尼，我袂要紧，无怨无悔啦。我认为讲我为市民来把关，恁遮的财路叫我挡着人歹势。我的朋友足侪人甲我苦劝讲莫安尼，我讲这我都你，除非我毋知啊。
我已经知我较有可能讲，哦，无甲穿，对，无，安尼我就变违背市民对我的寄托啊，嘛无合我的个性。哦，所以有人时啊，若歹势啦，即看着即个节目，若即恁有官商勾结的即个朋友，若叫我动着啦吼，实在是歹势啦，吼。我啊，毋过市民是会甲你讹落的啦。啊，市民当然啦，比像我选一个市长出来，我爱去选57个议员，57个议员，你敢知影伫议会一档爱几十亿的呢？挂恁议员领去的薪水啦，对啊，哦，挂议会费用啊。啊！你若甲无要监督，我著选互一个市长去做落，我搁选恁这57个要创啥啊？我食了米的对不对？所以选你出来，啊，逐个拢市长拢想要富贵一家啦，富贵一家是毋对的啦。富贵一家哪会对？我叫恁57个去甲过，你总去堪伊富贵一家？这是毋对的。所以我一直无爱堪市长做朋友是安尼，毋是好人歹人的问题。哦，因为我是监督者。你是执行者，你好好做，我好好看，应该是安尼啊，对不对？啊，你哪有讲我含你富贵一家，我要安对市民交代？对啊，就无法度好好监督噶啦。啊，我含你富贵一家，我着放水，着顾在你做啊嘛。对啊。所以这是我有爱互足侪听惜我的市民头家知影讲吼，议会甲市长的迄个关系是安尼啊，对不对？啊，市长伊有绝对的权利嘛，伊有领事权，伊有行政权。议会就是有监督权，啊，无影讲倒一个议员会当去甲啥物建设动啥，无迄个代志啦。台南市的有成，你看咱合并进程，台南县市的财政是全台湾上歹的，拢21名、20名、21、22，拢排伫后边呢，是两个咱兄咱弟合做伙。哦，所以这个财政的困难的过程中，咱来变做沿海市，所以造成建设不足嘛。哦，所以溪北稀微嘛，啊，市内交通混乱嘛，所以这点，互我真讲，我需要出来替市民呢来拍拼一下。对啊，所以其实迄当时你们也是有结合一些那个无党的议员，对不？包括前那个国代那个苏南成，是，对啊，所以那时候恁其实是安怎就是怎么样去结合，然后这样引领，其实你们都是产生很多话题诶。因为你要了解，苏南成啊。大头啊，市长，我问偌清楚我讲市长，我请问你，你即顺的时阵，你感觉台南，你即马做台南市长啊？你感觉你做了袂歹吗？你去菜市啊庙口听看卖啊？台南市第一名市长啥物人？我请你讲一下。你毋知伊甲我讲啥？讲啥？伊讲苏南成。哦，伊也讲苏南成。偌清楚哦。好。啊，第二名大概就是叶丁溪啦。哦，都东外。台南市的市长无人咧连任的呢，原咱台南市第一届就叶丁溪东外，第二届较国民党的杨庆的范阿送吼，第三届个叶丁溪，后来第四届个国民党，第五届个叶丁溪，所以伊做135届，所以造成府城是民主圣地啊，是安尼来的。啊伊135届，啊就讲袂使连任，爱换人做，换党做，入去甲超看有偷食无？这就是咱台南人的民主素养，政党轮替，安尼呢，较有法度做好监督。啊，所以赖清德讲着大头啊，我问台南市啦吼，即个基诺啦，当其时伊做市长的时候，我拄仔咧读台南二中，所以我去参加即个全国大路行吼，第5届，前4届拢伫南京甲大陆举办，咱30几档呢，较搁再办一届。啊，即届吼办伫迄个大碧湖，大碧湖吼，啊，伊做市长哦，佮去看阮啦，你看。哦，佮走去个，是，哇。哦，你看这个。哦，啊，伊市长的正手柄，这个就是我。我迄阵童子军嘛，吼。哇，童子军。嘿，啊，我去参加这个大路营，一间校较出8个。哦，一堆啊！啊，伊伫遐吼，阮勉励个，啊，就足侪迄个老大人吼，甲我讲，台南市吼会当出着即款市长，无简单，有魄力，吼，有魄力，有行动力。即款市长50个较出一摆，50年较会当出一个就对啦。
啊，大头啊，当选市长到后任就对了，后届市长多差不多50年，50年到啊。所以我甲乡亲讲，我和苏南成共做同事，伊搁转来的时候，我伫身躯顶学足济啊。哦，有魄力，市长是一个好人，但坦白讲，决断力甲魄力不足，足济市民头家拢有即个感受。对，包括人甲你拜托，甲你请命，你毋敢处理啊，你毋敢挺起啊。苏南成讲过一句话，伊甲我讲，伊搁转来做议员，含我做同事。你看伊做甲高雄市长，搁去做甲国大的议长哦。安尼搁转来选即个议员，市长选无得选议员。啊，含我做同事，迄阵嘛有捌来恁的节目哦。迄阵咱伫遮开一个府城观察站哦。伊讲啊啦，伊讲这伊搁转来，迄阵柯添在咧做市长，伊讲这无及格。那这市长无及格，伊讲啦，你道理毋免惊道理，道理百姓，道理市民。法官袂甲你压，袂甲你掠。道理生理人，官商勾结就袂使。这苏南成讲的。伊讲我要，你看咱即马台南市哦，咱即马你看得到中华东路、中华南路、中华西路、中华北路，包括永华上大条的路，到即马拢还搁苏南成开的，剩下啥物人有建设着？哦，伊讲的哦，伊讲足侪人就是像迄个武圣夜市迄个情形。土地人去甲你俗俗啊买，啊，我有纽事，俗俗啊买，啊，结果政府贵啊甲收，所以伊足厉害，伊甲我教一步啦。伊讲吼，杨家我若要开即条路，后要拆迄个公园，我拢无咧含这个官员讲，干部叫来，我拢爱先去。哦，譬如讲，即条路要拆，伊就先去附近面单、点心单，哦，也是地倒啊去遐坐，就甲因讲来啊，李长来，你叫这个市大过来，咱哦，这附近这个头人市民过来，我市长甲恁讲哦，即条路我即马咧规划后，上万我明年就拆，恁若有这路地，毋通去用。俗俗我甲你买去。先甲因讲咧。我甲恁讲哦，了，转去伊就甲迄个业务单位叫来，规划要来征收迄条。你听着消息咧啦，啥要去买？市民知影人市长都讲要拆，你搁要来甲我买3成？迄个人都买无啊啦。征收是140%呢。对无？你去买伊甲你买是买30%尔呢。所以，迄阵拢安尼啊。所以足济有人卡着案件去关，就是安尼。所以苏南成，你看50当前，伊做市长就安尼做。这叫做挺市民有魄力啊，做代志有魄力啊，毋惊人讲啥物道理啦。因为伊无跟生理人交结嘛。我若叫生理人先去收的，捏一地啊，较来甲开，较来甲改变。这就是官商勾结，所以台南市欠这款市长，欠这款市长。我伫大头仔市长的身躯顶学真济啦，学足济。伊甲我传授几辣招啦。所以连讲你也做市长，你嘛是会甲这招数拢学出来。当然啦，挺市民，毋免惊人讲你道理啦。亲特定的生理人，这就是官商勾结。爱安尼讲。所以，咱爱甲好的经验会当付诸实现啦。所以，大头市长讲这柯添财市长不及格。好，那这样子，你最中意的就是一生只顾你一个的赖清德市长，你觉得他市长做的怎样？伊做市长，咱坦白讲啊，无啥物成绩啊，我咧甲问过啊。第二任，伊234，你无你捌市议会嘛？对，去到。这是违背民主的 ABC 啊。你市长你无要入啊，无人会当监督你啊。你看无法度去甲监督，无法度甲问讲天高咧，网啊要安怎治理，要安怎用，喷药啊要安怎喷。造成咱迄年伊无入来议会，天高咧咱死112个人。
112个人休网啊定死啊。所以尾仔后来我有坎遐来家属成立一个自救会啦，要拍官司，尾仔无人要去告国赔，大家惊麻烦，去互各个击破。对，这是做唔甘的代志。所以伊即个无入来议会是犯嫌。但伊头前4年有做无啊？无啥啊，因为合并了吼，台南市我讲过啊，县市的财政足困难嘛。你合并都无米通落鼎啊！你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免怎建设，所以就只有伫遐发薪水尔。发薪水了后，我搁也讲，这乡镇区你也无要整并。人台北市260万人啊，即马降了剩250万左右啊，较12个区啦，12个区啦，行政区啦。咱台南市吼。180万啦，即马180多万啦。对。咱有37个区啦。咱有37个区长，台北市有12个区长，所以讲了这行政浪费啦，一年要加几亿。一年若加3亿5 ，10年就35亿。你敢若35亿会当甲咱台南市做啥物建设？所以这实在讲的吼，大家惊得失人。所以第一任无做啊。第一任4党拢咧空转，当上我连任较来做，结果到第2任的4党呢，做2党过半了后，伊就准备要去做行政院长啦，要立阁啦，要做部长啦，甚至要选总统啦，所以变做安那，做2党外了就搁代理啊。所以咱互伊8党，伊实际甲咱做做2党外呢。所以我甲市民头家报告就讲啊，我无要连任啊，我做一任4党了，11月26当选。12月25就职，我11月26就开始做工啊。我未选连任，君子一言一忠，小人千言无用。我做4党，我会当真真正正落实4党做完整。你若感觉讲这个团队做4党袂歹，安尼，我会塞一个优秀的人，继续来参选。你若感觉做了无好，别个政党要搁推啥物人，你搁转互伊。搁再转互民进党，我嘛无意见，因为我就无能力甲你做好。所以我是讲，市民头家你也想讲啊，一个政党做要30党啊，换人做看卖啊，换人做看卖呢，你互我4党，我互恁恢复台南公营的40党。这就是讲用4党竞拼，毋免去食碗来看碗外啦，也毋免死猪定点踮遐种条的，无做就无错嘛。所以伊无甲你做，无建设，伊就袂犯错，人就袂敢骂嘛。袂敢骂，伊连任就轻松嘛。这是毋对，这对咱台南市民无公平啊。好，即马就是讲吼，谢议员，你即马就是表态要来参选台南市长嘛吼。目前即马国民党伊是安怎的提名办法？国民党即摆中常会有通过的办法，就是讲用协调民调呢来产生人选。协调跟民调。嘿啦。所以有表态，目前到今仔日是我含单一性立委。单一性立委。高思博。还未听到伊正式表态啦。拢是媒体咧讲伊要选。对，因为伊捌选过嘛，党主席嘛有讲，我有去拜会秘书长。我讲要安怎协调。所以2月26台南的参会呢，党主席落来后正式宣示讲，国民党一定会尽快呢来产生一个最强的人选。所以就大家来拍拼嘛。所以即马就是讲要先进行协调，然后还阁来民调。协调若会成就毋免啦。就免民调。协调袂成，就是爱，因为你要客观讲啥人较强，啥人较无强，就是用民调是比较上科学的一个做法。民进党咧协调嘛是有民调啊。你像台南市黄市长伊要兼陈立委，嘛是爱有一个民调啊。因两个中间有哪有做民调，是无公开迄个初选的民调安尼尔。你若顶一届因就有初选的民调，赖清德苦点在要选迄届个苏焕智，嘛有初选的民调。迄就算做有正式委任民调公司固定赢派人去听安尼。即届无，因即摆就无初选的民调，但私底下有做比较的民调。
好啊，所以即马目前看起来，你的对手就是陈以信委员啊，你感觉陈以信委员，看你来讲安尼，恁两个协调会有啥物结果？伊袂歹啦，少年啊，但是台南市较无熟啊。伊无法度提出针对市民切身之痛迄个市政议题。伊有嘛真认真，伊有收集一寡书面的资料啦。对。所以咧对市长咧问话，有当啊市长都无啥要甲应咧。这就是讲，有当时啊一个议题看表面是一个问题，但是深入入去，开始有问题有分大小内外，有分各种无共款的角度啦。对。所以这个市民头家遐尼济，伊若当搁落来地方加行打一下应该会真紧的进步啦。所以其实是和地方其实是比较脱节，因为好像很多人都不太认识他。因为过去无这个规划嘛，所以就较无这款的筹备啦。我伫遮就20档，你就等于一路看我呢，对议员落选，落选了咧选里长，做3档了，还佫当选议员，一届一届的选票不断增加嘛，市民对我的期待愈来愈悬嘛。有人讲我毋捌选过立委啊，选立委拢输啊，要哪选市长？你选过3届立委？因为我选3届立委，我甲你讲一届伫安南区，2届伫安南区，1届伫麻豆。对。这2区是全台湾上界青。对。宋楚瑜选省长，陈定南发出400年来第一战。你看，宋楚瑜是秋风扫落叶，如入武林之境啊！但是309乡镇，我甲你讲，歹势安南区，你去甲看陈定南的得票，麻豆，迄就免阁讲啊，阿扁啊总统的故乡嘛，迄有一个特殊的感情伫个，即个选区，你甲看，黄市长伫遐做立委的时阵，伊的选票是摕要到8成。对，所以其实麻豆这代郭国文迄道，你真正选了做水呢。迄届伊赢我2趴我，迄届差一输啦，所以你甲想，这是策略嘛，我咧因为37区我拢走透透啊。那么伫安尼的情形下，当然，这2个选区立委选无着，虽当然遗憾啦，但是咱嘛知影，我全力以赴啊。有人讲你无做过立委，要怎做市长？我甲大家报告，苏南成就是台南市最高票的议员选市长，伊嘛无做过省议员，嘛无做过立委。苏南成，但成为台南市大家最认同的一个市长。我18年我嘛是台南市最高票的市议员当选。对。所以恁就知影讲冥冥之中啊，50年到啊，挑战看嘛，就讲换人换党做看嘛，也无较歹啊。30档啊嘛，你鱼啊煎30档、20档就臭火打，莫讲30档小可冰一下，看嘛呀，看内底有迄个旧称去无，冰起来清清的，袂歹啦。市民头家若看我接触过，大家就知影讲，拜托我啥物代志，我一定全力以赴。因为有个代志，像麻豆的是安那会安尼，足侪迄市场受到委屈，结果伫咱大市长的手用着迄个陈美玲做秘书长，当去告市民啦，用告的啦，做成因告到尾啊，话赢话输，做到即马惨，黄市长要甲偷了着，偷袂开，公务人员无人要担嘛，迄若我做市长，我就甲伊偷开啊，摊贩嘛。靠！即摆讲偏偏咱伫市场内底咧做生意，你交2000我交5000，安尼敢会使？同款的所在啊，无公平。咱较早咱拢出钱出来，各输各赢，你有好解，我无好解。即摆怎啊变做你爱交较少，我交较济？即款的市场唔敢停啦，上无办法通停啦。那我来就处理啊，无你检察官你甲我告，你甲我起诉嘛，讲我道理嘛。确实安尼的对无？因为较早伊个镇长吼，共扣钱来起嘛。虽然你讲镇长有去执行去赶出来你怎要叫这个苦难要叫百姓来承受吗？这袂通嘛。所以我毋捌讲，
伊是好人，黄市长是好人，但是魄力甲决断力不足啦。即款的有人啊，你爱甲担当起来，市民的委屈你甲摆渡。我毋相信法官去到遐袂当听你解说。这嘛毋是依法袂使，你市长本来就有裁量权啊嘛。对无？爱善用你的裁量权，但裁量权毋是裁量互官商啦，毋是裁量互遐生理人去图利益啦。裁量权是裁量互百姓会当通。咱台南市是来讲，即几档中产红来做安平了吼，甲这古迹活化了，实在讲诶，即个观光袂歹啊。观光袂歹，咱你我拢知啊。但是安平塞车，你甲看塞甲安那？变到假你开车你毋通入去啊。真正做严重。这塞车你有法度解决无？无法度啊。中西区安平塞车，无魄力啊。迄爱有头壳啊，有方法啦。我伫议会甲讲啊，伊嘛毋做啊。用迄个接驳式的替代式的接驳。恁车停偌位？安尼我内底车就冷了。我车了2分钟、3分钟一班，一直接。你就袂讲好，我就爱等偌久啊嘛。2分钟、3分钟就一班车来，对无？设20个景点，30个景点安尼无法度啊。过来就是外埔头来甲咱消费的观光客，足侪人讲啊，搁咱遮的老人，搁再残障的朋友，拄一个轮椅歹势，顶啊骹袂行进，起起哭哭，起起哭哭。愈袂起哩，咱的顶仔骹相当不友善。台北的朋友，少年的，你看，少年的观光客真济哦，较济岁观光，伊无爱来台南，伊讲咱的骑楼不友善。台北足济朋友我讲啊，伊老人来行危险，残障的、身障的遐个朋友来行袂通。台南市做无几条，自苦甜在手就要做啊。车坎流出来，民族路迄条看做偌久，这是爱去沟通啊。你爱含这徛好沟通啊，这是为了台南的发展啊。做甲偌清德，做甲黄市长，歹势，进度一丝丝啦。6都内底咱遮，这好正面。所以真可怜啊，问题有存在，但恁无爱解决。所以我拢甲市民头家报告啦，毋免搁等啊啦。我来，我就是处理这个。无一定看着大建设，无影啦。路平灯亮水沟通，你看足简单，无遐简单啦，对不对？你看咱的电火无光尔，迄马来西亚大学生就安尼发生意外啊。你若路顶有光，今仔歹徒敢安尼做？所以毋通爱甲小代志认真去做啦。毋是讲伊拢总歹的啦，伊嘛有一部分好的。做好咱就毋免甲学，做好应该嘛。我靠，讲将来我若来做，恁讲恁拢无甲我学了，毋免甲我学了。做好是应该的。做歹爱甲你督促嘛。无人选互你要创啊。所以我下定决心就是安那，破釜沉舟，背水一战。4档，我无选连任，你互我4档。我互你恢复台南公营的40档好，所以即马你做想要代表国民党来参选台南市长，那即马咱台南市长伫咧民进党的部分确定提名黄伟哲。但是进前为虾米拖遐尼久无要提名，就是因为即个廖白爱的事件嘛，对无？所以你感觉讲，伊即个事件，敢会像讲党内咱知影讲另外陈廷飞委员进前嘛是做想要互提名互选的，所以这敢会造成讲因党内这个纷争，其实安尼对你是有利的嘛。然后另外这个廖白事件，连刚敢是伫咧你的选举时会变成一个操作的议题嘛？操作这是安尼啦昨拄我你今仔问我嘛，我毋知影这一人是要报出啦，昨拜三，伊市长爱去报告，伊去中执会报告，伊拄含我坐共一帮的高铁。是。我看伊愁眉不展，心情沉重。我有甲讲，我讲清楚就好啊。代志是讲清楚就好啊。
最主要是做哩。即个罗文嘉捌做过秘书长，伊出来佮甲签讲，伊有那是被监控的被害者。你做过民进党的秘书长啦？咱即嘛是讲，你到底是真正伊有甲你加害，或者是你用药的？你若有你咧做民进党的秘书长的时阵，是安那你无处理？是安那你无处理？你佮互伊来选市长？即摆伊要连任嘛？你较来讲，伊有问题。这款的会转移做政治恶斗。过来讲，确实这是历史的重业啦。过去威权统治情报单位的工作嘛。我甲你讲啦，因较早迄个时代我专门咧挑战威权的。真的啊！你去问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我较早拢咧挑战执政者。所以中灿龙是安那，伊伫海外回来，你算咱甲支持，甲学了。但迄阵咱无了解讲，哇！你勇敢，我毋是讲支持台独是讲因当其时发台湾独立爱庆杀啦。较早迄个时阵伫蒋老总统迄阵，你主张台湾独立，爱掠去庆杀的。伊敢挑战，用性命出来做迄个政治主张。实在是无简单，钦佩啦。咱对伊有尊敬的迄个感觉钦佩，所以到伊转来了，即马足侪人咧发台湾独立，包括阮清德兄即马咧发台湾独立，像咧食卤肉饭咧啉茶共款啊，无值得我尊敬。早期即款的精神，所以咱会感觉讲，你执政者到后壁政党轮替。摕着权力的人，骹踏出财甲色，面形阿爸，无所不至拢来。这就已经失去迄个政治的理想化。所以我就感觉讲即款的理想爱维持。你若伫迄个时代做了白啊，我甲市长讲互清楚了。我伫议会即阵我嘛有甲问，我讲这安尼会造成。因为恁安尼斗争对阮台南市民无公平。你著无心做市政嘛？你干那伫遐咧攻守尔嘛？你惊人陈立伟甲你挑战嘛？你惊陈廷辉甲你挑战，你怎逐日咧顾伊啊？你哪有心通顾市政？你拄干那有即个了白啊事件，你著甲你填甲满天钻金条啊！安尼市民的建设要杀著无半条呢。所以我讲你爱讲互清楚。所以我伫议会即阵，我有甲问，伊讲啊，伊讲我无害人，我无害人就对啦，你听有？这伊讲的嘛。有收啊无？这个 A143是毋是你？A143的网络咧讲迄叫 A14人啊。A14人，A14。所以这个就是伊伫议会正式安尼甲我答复。但是呢，因派系斗争无停止啊。认为伊无讲清楚。所以到政国会的头林佳龙，嘛是搁伫中执会，伊爱讲清楚啊。无这无法度互人接受啊。足侪民进党的坚定的支持者认为，这袂当容忍。为什么会安尼呢？因为拄啊台中这个黄国书立委犯着同款的代志。所以退流、退新潮流、退出政坛、退出选举，伊是无时间尔啦。等于后届到伊也无要选，伊也退出这个流派。伊当其时做啥物代志？伊就是甲迄个去工作迄个大脑因兜像恁兜我去恁兜坐，我甲恁兜的冰箱伫倒，电视伫遐，碰椅伫遮，地倒啊伫遮，围起来。壁橱里倒内底有啥物册安尼写，同我甲迄张交倒去。所以这促转回来，这当事人去看到有人交，这个阮兜的位置图啊。去甲问，逼伊来讲，甲退流，伊才发表迄个声明。所以因为黄国书做出这款重大的决定，所以因会认为讲。你嘛是平平拢撩的，是安那伊撩，伊上的毋白，疼的撩甲溜皮，伊撩的都安尼，是安那你
你无安尼，你无面对嘛。是。所以陈廷辉伫位卡一直咧攻击目是安尼嘛。哦，伊希望兴互社会，尤其学运迄个世代啦，因即个学运的世代呢，真侪人迄阵就是互相中间有人去用工作去嘛。啊，像咱两个咧做伙办一个活动，咱5、6个伫遐，结果内底有代志咧，甲咱两个讨论的代志，咱讲了，伊就下处理啊。门仔在要做的代志，人透早就伫遐等咱啊。所以莫怪因会有对即个代志会有遮尔恐慌嘛。啊，我个人是认为讲，合理讲啊，早期读册时代迄个代志，对今仔来讲的市情未必然有影响。对市情是无影响，但是因为恁的斗争会造成你心思不在处，安尼就影响嘛。我无你啦，过去都安尼，你到尾岁若有清楚，恁党内若无要搁甲你答，无要搁甲你清算，你就好好啊做，安尼对咱市民无影响。问题是因无可能啊，因一定继续答个啊，继续吵啊，吵到尾啊，人红吵压杂，你若有迄个好的头脑冷静。来判断市情要安怎行，所以这是真可惜啊！嘛对咱市民无好处啦。所以你讲选举，我敢会特别去调这？袂啦，我个人开大门行大路，因为恁党内咧起起处处，逐个做君主吼，咱毋免去甲你讲细样代志。我挑战你有魄力无魄力，我挑战你市情，我甲你讲，你著记战袂调啊，莫搁讲遐有诶无诶啊，对毋对？迄个恁内底你若抹袂好势，暗袂好势，我也无法度。你死搞毋通讲啊，谅解我袂甲你讲这个，我讲这每一个人的格调无共。而且因总统嘛出来甲背书啊嘛。总统嘛有问陈立伟讲啊，无你有啥物搁较好的方法无？这内底佫有足侪政治斗争的故事伫内底。这嘛有牵涉到林佳龙，我是听讲啊，我听讲，当其时有哪有考虑无爱互选啊？但是这个风波真大，就是讲民进党伫南台湾是最稳的，若伫南台湾伊就求稳定啊，南台湾佫变动，伊即马台北、桃园、湘北、新北市遮都咧用无啥个好势。足歹巧啊，所以南部伊无希望乱嘛，所以较有人去问林佳龙，意思讲若无互黄伟哲，有哪袂互陈立伟啊？已经做甲最歹的准备是安尼啊。是。啊，所以毋较会去问正国会迄个大哥大。问了伊无意愿嘛，其实因中人伫咱台南真出名。啊嘛实力真好啊！无意愿了，较开一个窗仔口，互伊去2、3个月时间去台北拼民调。这是安尼来的。这伫台北的政坛，大家拢听真济啊。我是认为讲，这恁安尼政治的盘算啦，算盘伫遐搭来搭去，对市民拢无好啦。啊嘛是拢损失，啊嘛无公平啊。所以你看，也是即个单纯的人比较较好啊。单纯的人就是单纯做代志，互你切割适当啊。我坦白讲，这是总下斗的啦。所以我甲你保无要连任啊，袂连任啊，毋免的做适当有够，建立迄个 SOP 起来。该当有做市民娱乐，后壁市长不管啥物人，伊就会对咧做。我讲安尼，你有理解无？做即条顶仔骹拍平。市民拢好行路，老人好行路袂跋倒。观光客来拢甲你学乐，你看后壁市长伊免继续做吗？你要发展观光就必定啊！咱台南观光是咱真重要的一个资产。有好的观光事业，毋靠咱的美食的推广，毋靠咱的景区，会当对外。那么这过去就是讲文化首都嘛，咱嘛是以文化首都较来合并的。若会当甲拓展到变做国际的文化首都，这统一的一个老前辈吼。林总裁伊安尼听到讲我要选，伊有安尼甲我鼓励，讲你爱对这个甲台南，咱规个大台南，真这400年来台湾的400年精华，都伫咱台南市。所以要发展做国际的这个
文化首都。哦，我听了真感动。哦，伊一个退休的老前辈安尼，啊，对咱的城市啊，搁遮尔关怀。哦，这就是对城市有感情。我出世到这60年，拢住伫这个城市。哦，啊，你讲对头前算倒去的，这市长无人住伫这个城市大汉，所以因无这个感情啊。因无对这款城市的感情啊。所以我感觉讲，大家比较看嘛，恁搁好啊思考。哦，啊，你讲啥物意识形态啦，啥物哦，啊，要搁地无啊啦，啊，要出卖台湾啊，无影啥物人会出卖台湾。我上爱台湾的。哦，因讲爱台湾，足侪人是咧爱台票。我毋是啊，哦，我讲台湾话，我台湾话讲了无啥，袂歹呢。我足侪人我学了呢。哦，我这识字汉文四书五经，我哪拢会用尽。啊，这是安那，咱祖先留落来物件嘛。所以疼惜即块土地吼，有安种爱用心嘛。毋通干那用迄支喙啊。我60年无离开，我了解即个城市，我真相当的了解。啊，太侪乡亲时代呢。甲我讲，我即个区域兼啥，我住的即个家园需要啥物，理解真济，但适当做袂了。毋过若建立出迄个风格出来，后壁对落的市长，就拢会当去替恁解决这个问题啊。这叫魄力啊！啊，你有了解无？好，所以议员要用这个执行力、魄力来挑战这个现任的市长吼。啊，咱知影讲，其实伫咱台南市吼，尤其就合并之后，这个绿还是大于蓝很多嘛。啊，你要安怎来挑战这点？哦，这是真趣味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绿？你甲市民规划讲伊是绿的，对因无公平。哦，啊，阮会使检讨讲，阮拿的认真无够。人认同不足，啊，毋是讲伊票转互民进党伊就绿的，毋是安尼。咱南台湾重感情，所以有真个，因为你都拿的都无好选择，所以我就厝边头尾咧讲，好啊，转互碧顺啊，好啊，我就安尼就转落啊。伊并毋是伊是绿的。哦。你看我2019年去麻豆选，啊，若要照你讲安尼，我是要安怎选44%啦。哦。啊，正常拿的咧选，拢选30%尔嘛。对无？啊，麻豆青顺顺啊，若要讲对个，遐无青顺顺。啊，我就去。人伊就感觉，这下咱的开口，即款的就台南开的啦。毋是迄个寒皮包啊的。哦，即款的正咱台南土生土长的。这开口咱会合，所以。水不寒啊，无以知相迫；事不难，无以知君子。愈困难，较需要咱看出这个人的气质。哦，所以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看乡亲斗阵了，遐乡亲麻豆的乡亲，竟然有迄个票箱开起来，我赢，拍破纪录。迄是后壁去用拗伊呢，讲啥物呢？麻豆200万栋的油啊，倒伫詹文水库，毋是我讲，迄是一个农民讲毋对。我当下我就甲讲，毋是哦，应该毋是200万栋，哦，是200万斤。啊，毋是，迄詹文水库毋是当时讲倒伫溪埔。啊，因为电视台的小编袂晓听台语，溪埔伊总啊写詹文溪埔，伊甲写詹文水库。哦，啊，因就开始喊我，你看好小啦，哎呀，倒伫詹文水库，詹文水库都塌了了啊，要安那吼？这安尼啊，还是下标詹文溪埔，甲写曾文水库安尼。哦，啊，200万斤，讲200万吨。我甲你讲，迄阵用安尼甲我连续拗一礼拜外啦，也无法度去喊哦。我甲你讲，这当其时，这就是溪埔，对，倒伫溪埔有哦，迄油啊，迄年就对啦。倒套角的啦，哦，收无去啊，卖出去烂去的，倒伫詹文溪埔啦，毋是詹文水库啦，对毋对？啊，迄人迄农民去倒了，伊就有翕相，都事后甲传，选了甲传互我啊，选了啊，对无？对。所以有人说，这叫下九的第四囝有苦难言。啊，政治本来就安尼，选举的过程有当时啊，食亏啊。信息混乱嘛，各种的消息入来，市民无法度伫当下判断讲你是毋是有安尼的时阵，
有的就最后选择无出来投票，有的人选择倒对方去啊。所以这咱就是度过啊，所以愈艰难呢，愈需要挑战的。今仔若足简单就对了，会当选哦，足简单就会调，就唔免我啊。就足侪人要出来选。对啦，对啦，对啦。对。所以这是一个对市政公众事务，咱爱真深入去讲每一项代志是安怎较会发生。有因较有果啦，这有一个因果的循环。好，所以即马吼，就是等待即个国民党即个提名办法嘛吼，然后呢，就是先协调吼，咱即马看协调结果安那嘛会祝福吼，咱嘉良界议员会当顺利出线啦吼。好，咱最后吼，是毋是有啥物话要甲咱的市民朋友讲的？台南是咱台湾最第骄傲的一个城市，所谓一户二落3万家哦。那么这个骄傲呢，互咱渐渐流失。快乐的出旁，未来呢变做悲哀的愿望。一个城市呢，若是变做悲情的城市，安尼呢，表面上看起来个先袂歹，其实这凡夫走出担惨卖菜，这市民朋友呢，苦不堪言。所以讲，一个市长、行政首长，毋是干那咧讲我科工区、科学工业区出口偌济做偌济，迄种外商趁去嘛。真正，咱这个中低收入户、残障弱势，咱这个一般伊无法度接受政府补助，这无头路的人，或者是做摊贩的这是你看无的所在。这群人需要咱安怎去关心。一年培养，一年少人，无人要结婚，有的结婚，无人要生囝，所以咱的出生率已经减去0.几尔。所以讲，伫世界人口的危机呢，咱台湾是排伫前3名。若安尼，咱的城市免鼓励，互少年人带会落去，有头路，生有囝，饲会起。这拢是一个市长，你认真去做，城市就会改变。10年啊，市民头家我讲咱10年啊，咱台南市减2万外人，岛减2万几人，台中增加。高雄、陆续伊个城区是安怎会增加？台北市减，咱也咧减。台北市是因为厝价悬，一直悬，买袂起，搬出来，搬来桃园，搬来新北。结果咱台南市，即几冬你看厝价起到啥物程度？莫甲我讲，遮少年人买会起，买袂起。干那咱遮个社会中间分子啦，食头路20档的人，即马就无一定买会起，你敢听？所以这是咱城市稳重伫阴暗一面的问题。咱期待大家做伙好好拍拼无迄个好人歹人，选举大家拢好人，会当出来插公众事，咱拢甲肯定。但是呢，爱适才、适时、适应满山丘毋是师傅你处无娘一个好的栋梁之才，嘛得爱有好的眼光的市民才会当经出来为大家服务。祝福咱的市民头家合家平安，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今年金虎年啊，虎虎生风，互恁大家身体健康。好，感谢谢议员吼，咱嘛期待讲吼，咱台南市真正会当诞生一个较有魄力的，真正为咱民众来做代志吼的台南市长。好，咱来祝福谢议员，好，再次感谢你，感谢你，感谢大家。是，那么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市民时下节目，伫遮过一段落，咱再会。